喺未分享之前，希望你俾一個 like 我，等我都知道你曾經喺呢個頻道出現。感恩你嘅收聽，令我有更大嘅力量，繼續用我有限嘅時間作出分享。現今物質時代，價值真係非常重要。早日我同朋友傾開偈，佢覺得自己冇乜價值，覺得做咩事都好似冇存在嘅價值。所以今日我想討論翻就係乜嘢先至叫做人生價值？人嘅價值係咪可以用重量去量度？人嘅價值係咪喺唔同嘅位置就產生唔同嘅價值？價值係喺人嘅層面裏邊，唔係你體重有幾多就代表你有幾多價值。而喺職場上邊，你嘅工作表現同埋能力就反映你喺呢個行業嘅價值同埋地位。但係如果你冇返工，咁樣係咪代表你冇價值？你嘅價值就係代表你嘅位置所付出。譬如好似你一個全職嘅主婦，喺你家庭中嘅崗位就非常之重要。正等於屋企有一日冇咗你照顧家頭細務，呢一個價值就係你喺家中最高嘅價值。價值係在於我哋點樣去睇，正等於10隻嘅手指有長短。而喺職場上邊，並非你工作能力唔夠人哋高，就代表你冇價值。因為每一個企業都各有長處，發揮所長。正等於一間公司嘅清潔姐姐，有一啲人會覺得清潔姐姐讀得書少，喺公司就冇乜價值。但係你試諗下，如果有一日冇清潔姐姐嘅話，茶水房嘅茶，廁所係邊一個去洗呢？呢一個就係清潔姐姐最高嘅價值。而我哋嘅價值係可以提升。女人可以做返自己嘅品牌，好似我哋出街買嘢咁樣啦，你都會揀有牌子嘅產品。咁點解？因為係信心嘅保證。而我哋提升自己嘅價值，就係製造自己嘅個人品牌。當有咗個人嘅名聲，你嘅價值自然會提高。好似買股票一樣，你唔會今日買就即刻一個新股，聽日就會升1000倍噶嘛。當然，人嘅價值係要按你自己去定返目標，不停自我提升同埋增值。人人都其實係一個潛力股，今日起就要訂立自己嘅價值目標，營造自己嘅個人品牌。將來你嘅價值一定比而家高。喺平行時空上邊，不分你我做得到，你同樣可以。今日分享就係想俾大家知道，價值唔係人哋俾你㗎，而係在乎自己點樣去定位。將來你必定係一個有價值嘅人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都喜歡呢一條片，記得訂閱中女社呢個頻道，再俾呢條短片一個 like。最重要，分享俾你身邊嘅女性朋友，能夠喺大氣電波上邊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營造最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將你嘅真實故事分享俾大家，歡迎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。中女社嘅朋友們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